自山岩有几好嘅景观同生活品质。200几只嘅由故宫、士林官邸同军情区也都係個重要嘅軍事景點，故所對建安有幾多嘅限制。不過，談論時代改變，軍事管制並用嘅各種嘅大樓、大堂屋嘅建安，用都市建設嘅名義一棟棟起紅來嘅。自山岩點點人嘅岩山、名山、聖山也上集里嘅里面，可能也嘅天橋線引來引帶嘅。為錯到保護千百年來嘅文史景觀同生活品質，而能家庭愛出來捍衛自山好土。潛水水準實體保留完整嘅麒麟岩十里鄉，也就比喺陽明山腳下行過自山岩之間嘅自由路，因為喺軍情區嘅所在地，故所放入嘅保護區，故所爭到嘅保存老台北嘅天然風情，行過實體生態。伊哩安葉尾嘅石頭青紅比內湖那片嘅山頂仲較暗嘅石頭青紅，所以呢，到清朝時代清末嘅紀年伊去個台北城，去台北城都去了葉尾嘅石頭切好落去。台北城日本人來了後就台北城嗰個拆牌，所以佢有幾隻天嘅價錢都該會。整個地方就是一個叫做蘭雅的地方。那蘭雅在閩南話的話就是丹嘛，就是沼澤的意思。所以這裡從前這個沼澤從這個雙溪河這邊一直延伸到天母，一整塊都是。那後來因為不斷的開發所以高島屋那裡還有棒球場那裡現在都已經不見了。所以這裡可以說是我們士林區最後陽明山下芝山岩之間的一塊最後的沼澤。廖飛卿喺民國40年代，新竹北部查清大王姜阿新嘅孫兒，佢14年前就係看中一隻邊嘅環境，行過本麒麟岩山保護嘅沙區，拜託先生講價錢嘛愛睇下隻邊買屋嘅。我阿公按到姜阿新佢去照種了按到姜阿新養老嗰時節，我唐英講佢賣沙古嘅時節，就白頭賣到個基里岸時轉去起屋啊。很保密，我寫些，因為我不靠破山還是嗰隻屋是本源方那去，我是想我怕貴聲音怕轉唔得咧，冇辦法轉型我老屋啊，所以嗰時節看到了隻沙區就按樣嘅石壁還就按樣嘅貴隻沙區按這樣嘅石頭我是當上嘅買了隻屋啊。過去親上山得唔到嘅麒麟岩十里鄉，也下山民意攏看得到，廖飛卿講佢本夢嘛會拿。唔過好講緊冇一舊，一條年因為軍事管制冇按嚴嘅，各種嘅大堂屋都用杜建嘅名義，慢慢引起自山岩嘅世紀公園復權開始起大樓，本千多年嘅好夢變噩夢。自山岩係歷史古蹟，又係重要的自然景觀，所以自山岩冇結果嘛頭擺有規定講掠到起復中的超過7層從超過7層通過會砸到兩山了，砸到自然兩山，所以這幾10年完全都冇起大樓。就是因為平常生活都很忙碌啊，都沒有注意到，悄悄的不知不覺，怎麼我們這個社區27戶裡面有3家被建商買去了，然後這個建商就不斷來跟我們的居民說，你隔壁已經同意了，我們這邊要都更啊，蓋大樓啊，那這樣子，所以一時之間。我就突然變得很緊張，說，好像很多鄰居他們想要蓋大樓，可是後來我，明察暗訪之後，發現也有不少的住戶跟我一樣想住這樣子2層樓的房子，我們不想要改變。面對杜建，廖飛卿動氣地講，早喺民國89年，特別是政府嘅自山岩世紀公園資源維護展示計劃當中，就是對自山岩順風嘅開發，對全都縣提出嚟18公尺、24公尺、30公尺嘅國土管制建議，估計一直冇做到。因為這個部分當時應該也是一個陳亮全老師做的一個調查研究裡面的一個建議，那這個的落實就必須透過度假的一個變更跟度假手段來落實，那在這過程裡面，應該是說士林通盤檢討也一直沒有去完成，所以在目前還沒有去落實下來。所以它只能是一個建議。是。這個把關的事情是由政府來做的，因為
当然，我站在建商的立场来想，也觉得他们很委屈啊，因为他们拿到建造要盖了，那我们这边又有居民在抗争。可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追溯起来是最早为什么这个建案会拿得到执照？难道这些发执照的这个建管处的这个发照科，他们没有到现场来看看吗？他们不知道芝山岩这么宝贵吗？建案就提了飞去木卡隔壁，101年就有建商用用地移转的方式合法地拿到的第21站楼的执照，同时大楼离芝山岩将技术工厂厅，引起芝山岩顺风的岩山、名山、深山3美里联合起来抗议，为保护公共的天脚景观。同时，指呢芝山好土连绵，影响政府反映为大土开发的期望。老实讲啊，你也唔免讲反对，讲做唔得，都个唔免安尼意思，是讲个国土咁做得莫按高，建商唔好掏很多钱，他给你共同来保护那个芝山公园，因为芝山公园是台湾的个呢保啦。你把那个环境破坏掉了，生态破坏掉了，说实在的，来这边住的，你说要一个好的 view， 能看得远的。当然都是那些有钱人能买得起这种豪宅，可是，一般的民众却享受不到了。在102年的时候，他们跑去买古迹，所以要把这个建案14楼2栋要变成21楼跟14楼。所以那时候我们社区居民知道这件事情，纷纷去发言。所以该西街都市计划委员会好几个委员都说，这个建案应该要重新检讨。所以当时就一挡就挡了2年。建案动下来的，老多做得并轻松一下，唔过天天三个军方会拆得建村，会觉得规列的麒麟案设备上，了飞机又开始因那的中上中下，争取将岩山社区的麒麟案设备上申请列作文化资产。七里岸石墙是我们台北市的一个历史见证。台北包括以前的台北的城墙，还有一些老教堂，那还有一些像士林职场啊，都是这样子的七里岸石墙。可是因为都更的关系，很多建物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现在唯一剩下这一区都还有很多七里岸石的痕迹。我很想把它留下来，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台北市很大的一个文化的特色。103年12月，台北市政府文化资产审议委员会通过岩山新村第6座文化景观，同时将3栋的建筑物含过麒麟案设备上列作是保存的元素。不过，就在这个时节，停工的2年的建案是通过的变更的设计。今日唔了解的是，民国192年11月的市政府已经明确的规范出芝山岩位置顺风的地区都市设计审议的范围。未来顺风的开发案一定要进入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审查。就算建商将1栋21站、1栋14站的设计改做是2栋64站，还是应该要经过都市计划的审议。在民国101年的时候，汪志斌议员后来就帮我们开了一个协调会，在102年就开始颁布了。这个是9月25号的协调会，11月12号以后开始颁布，就有一个范围，就恢复最早的时候学者的规划，就是说从芝山岩以上往外盖，第1圈、第2圈各有一个高度限制，这样才不会挡住别人。不过，业者做安尼变更，并无违反任何的规定。都法局讲，法定实施的日期是102年12月初2，建案挂签的申请日期是101年11月22。法律无法度追究到头摆。还那唔是讲，建筑物还维持在14站，故所无需要判理都市设计审议程序。对上个开发的人来讲，固然按照规定来，无乜嘅唔错嘅。不过，对上个保护的采地人来讲，抢讲合法文化资产唔咩就冇前途诶。他们就说这一切都合法。我们本来很寄望说，在这个建案如果有变更设计的时候，文化局或者是都发局，他们应该都有一把尺可以去做一点决定，可是他们都放弃了，我们就觉得好可惜。
那我很愤愤不平，我心里很不平的是说，这是我们大家的资产，全民的资产，交给政府来保管，政府为什么没有好好的把关？那当我们如果说地区的发展意识 OK， 他们都愿意去让它保持低密度，啊，这样的冲突基本上就没有了。但是这些都更为什么它可以都更？基本上是由这些在地的人去同意去做都更。所以刚刚讲到说文化局不去努力，我们不跟民众站在一起，我觉得这有一点尴尬。反对开发恐怖分子，反对。当地方团体因来迄种透过因空间韩国说明，希望将在地的文化资产保留下来，沙边唔过按道的杜建。面对合法的建案，地方人士感觉千无奈何，马受骗呢，就连保护区嘛被没踢。一直传言军情局呢要迁到大直，因为军情局周围有非常多当时都是保护区，都还保留有没有开发的味道，然后确实这边仍然是目前仅存的生态廊道。军情局如果一迁走之后，附近7、8公顷的保护区一定会经由地目变更开发，建高楼。对呀，文化局抢讲为3万交通。像说私有财产的部分，文化局可能够着力的更少。那公有的部分，我们目前也跟国防部那边在沟通，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一个地方留下它一个历史的脉络。所以。意思是说，居民可以放心，但是国有地，文化局会去争取保留。我们现在跟国防部那边一起去做努力，看怎么样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发展。就是不会去盖大楼吗？这个部分因为产权的主管机关不在文化局，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都在跟国防部那边在沟通。但希望比较大，对不对？因为是国有地。当然，公司有土地，公有土地的协调性会比较好，就像说保障岩，因为是私有的，我们去保存了下来。好，虽然公园用地，文化局也去把它保留下来，去做一些活化。好，那像蟾蜍山，那目前也就是台科大那边跟国产署他们也在去做沟通。啊，就是说公有地的部分，它可能有比较多的一个想象嘛。所以居民可以比较放心这一块，不用担忧。大家一起来努力。杜建还在进行，地方的人还在打拼。当政府照法律重点保留文化资产的时节，或者是希望政府资产案应该要对全期保留来思考。如果可以的话，名山、圣山、盐山这3个里都要保存下来。这廊道并不只有一个岛，然后边边都把它圈起来就好了。像盐山里有很丰富的水田。那再往北的话，它的水郡系统其实都是这个廊道很重要的串联的角色。如果盐山里它也变成高楼大厦的话，那个廊道就得有断联，就被切开了，就没有用了。美国的建筑教育家路易斯孔就是讲过，都市是同一个生意呢，对其中韩国的世界，就做在底下其他的以后要做乜嘅地方。民国100年的时节。政府就将世纪公园南一的士林区都市计划通盘检讨，提出国土管制韩国计划准则。不过尝试还在进行，保护天桥线的相关法规嘛还在研究讨论当中。监管法还明下的立法院，我哋要打出用嘅尝试留本人的生意呢喏。